有一个原则，你敢有看出这个原则？乌色，啊，还有咧？这有啊，迄个啦，哦，迄个，交仔进步，哦，这个菜龟堡，对啦，对不？价噶，嘿啦，就是讲吼，其实足侪人吼来阮兜拢讲，你应该是无咧煮饭吧？你这看起来拢爱遮尔整齐，这应该拢是摆水的尔吧？其实毋是安尼哦，这物件吼，我拢是真正有咧用的，只是讲吼，这色当然是有配过。因为吼有一寡较火的色吼，我就甲伊放伫拖内底，真的是安尼，系啊。你看啦，这内底有安尼对啊，这种吼，这哪坑的这样，安尼就袂当嘛，怪怪。对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咧买物件，其实你小共是会当叫你介意的物件去买，但是呢，你要甲伊摆出来的物件，这色你得要甲伊整理过，安尼看起来你就是有一个主角，有一个配角。其实吼，足侪人拢甲我问讲，像你规个拍通的，到底是咩啦摆，咩啦配才会好看？其实吼，上介重要的一个原则吼，就是爱整齐。无吼，就算讲你物件买了足水，但是乱七八糟，就无美感啊，无法度啦。所以吼，其实明仔去收物件，收好势，这是第一件爱去注意的代志。摆出来物件吼，真的唔免伤济，每一项物件吼，你有去甲伊配色配过，你看起来你感觉哦，足顺的。